的出道进前，我差不多哦有78公斤，78公斤哦，大箍甲吼，连阮老爸都无熟悉啦。大家拢知影，我甲阮爸爸吼分开差不多20年。伫咧小龄的迄天吼，伊个讲吼，啊你身份证敢会当借我看卖？啊虽然哦我是猪姑娘，啊毋过我是猪公，毋是猪某咧，哪有可能生出遮大颗的猪仔囝咧？啊想到迄年哦，为着减肥伫咧房间打春联，上联是3顿一定爱减食，下联是半暝啊毋通食宵夜，坏联是减肥是明仔载的代志。一个车两个空啊！讲这就是爱有迄个节奏，迄个 tempo。你讲到倒位啊，头前有一寡包袱啊，慢慢透，慢慢透，甲遐崩溃，大家咧足期待。吼，比如讲，你若咧讲迄个春联吼，你就袂使咧讲遮尔紧。比如讲，上联是啥物？上联上联是3顿一定爱减食3顿一定爱减食，半暝暝啊袂当食宵夜。半暝袂当食宵夜。哦，迄个怀念更较重要。减肥是明仔载的代志。哦，我觉得这招啦。对对对。口气嘛最重要的。对。所以变做讲，有时大家真足听，听起来敢若真丰富、真澎湃，但是呢，迄个节奏无够，就感觉迄个分数无够啊，减一味。